啊，袂，啊，你叫我准备这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你是要创啥？你都唔知影，我昨哦，吼，煞唔知去哦，迄个大鱼上啊，甲我关在茶房的，啊，规一夜都关一暗啦。可，啊，我昨暗转来感冒啦，我今日绝对要互伊着大病啊。好，这种人来个教死。你唔知啊？啊，伊今日讲啥要穿啥保衣啊？讲要来遮游行，要来遮游街，要互人看，要验者啊。安尼哦，贵咧，今日我用笑我擦擦呢，伊今日寒死，我好骗你。嘿啊，来，我这准备这，来，准备这就是讲吼，我这叫人，啊，规庄的人拢出来，啊，若出来了后，伊即摆来遮游街咧，对不对？要互伊闹开，互伊闹开，看伊偌钱，变小的有钱，咸不少。来，注意我强咧，啊，敢若卖膏药安尼哦，吼。爱花，哈，爱花。好来。来，看，人这话就这啊！外国人伫学中国话。是安怎讲？对，来呀！阮一行拢总两名，来到这个庙埕，唔是咧拍拳头卖膏药，阮今仔日是要来这表着中国功夫啊！你就看卖，我这叫做气功。有人无？哎鸟！好，要紧，来，我表演互你看，啊！那再少。今日礼拜拢大休更较济，不要紧，来，这下好看，来，这，看卖，大家真都看卖，这个叫做气功，气功就是讲物件无去挖着，我咧切过，伊物件断去，安这做气功。哎呦，厉害！真简单，这都真受气，365天拢受气，才我通学这个气功。来看卖哦，看我这手哈。你看，手无去挖着这个物件，这什么恁知无？这菜头。对，啊，恁大家拢做巧，来，注意看哈，来。快点，我拄着，我拄着普通的骨鸡巴，你较济啊，来，嘿，一地变两地啊，嘞！哎呦，厉害！我拄才来这好的啊。哎呀，内底家己切的。啊！你切的啦！不是，我是讲这吼，这咱内底边搁家己切，咱切的有就好啊啦。来，看嘛，这什么恁知无？报纸。对，报纸毋是家己印的哈，报社出的。来，看嘛，喂，注意啊！头壳边无切到你的头啊！谢谢。嘿，注意啊！嘿，好。来，准备好势啊！好来，大小啊！嘿，小等下，要创啥话？我小理者。哦，好。啊，无理等下你袂坐啊。哦，对，来，2张变4张啦，来呀！4张8张啦，8张来，10人，20张嘞，你若无听，到这叫我要哪里会有啦？唔是，咱你莫讲啦。什么乡亲，大家我咧讲笑的，我甲真是会功夫咧。对个，唔是啦，我是听讲要叫恁遮来哦，莫错过这个好机会啦。什么机会？煞唔知讲迄个大鱼上啊，要来遮游街，要来遮敢若挂香咧。哦，大英雄迄个。嘿啊，穿一个讲什么布衣啦，用迄树叶去吊的，啊一布，迄咱玻璃梯啊，你啦，讲什么叫做布衣啦？讲遮尔寒的天气，讲要出来遮采鸡啦。啊，报恁看啦，报恁看啦。哦，来，我底下无大鱼上，来。阮好野人要出来啊！闪哦，对遮过哦。哦，有做大英雄啊，对哦。哦，遐做布衣啦，布衣啊。再看下，保伊啊！这款的保伊哦，有影无得找价值连城的啦。嘿，穿一领保伊哦，较赢的穿10领棉脚被。对，无影。感冒诶，阿成啊，奇怪哦，这领保伊一个穿落来，直直拍甲就直挂起来啊！我知，这个讲真，哎呦，那这个做保衣啦。笑死人，一领衫我插一寡钱，我讲迄个做保衣啦。哇，这敢那笑的咧？笑的嘛。这保伊呢？像我见啊，你凊彩炒菜尔叫保伊哦。哦，咱嘛莫骗啦。价值连城呢？啊，有迄穿影咧袂寒。袂啊，帅寒。我笑啊！笑啊！快点搞笑啦！笑。
笑诶，波伊，这波伊咧，奇怪阿成，嘿，敢若叫虫药，可能叫壁哦。嘿，安尼好，赶紧带我转来，我紧转来穿衫，我要走来过开店来因兜甲伊算大小。天啊！就够牛这的。是中啊，你边个安尼参的话吼？你就唔知影，迄款人啊，哈，迄款无人情还有无人性的人，就安尼互伊重感冒一摆，安尼甲教坏一下。对啦，若无安尼甲教死哦，拢唔知影死我。你就唔知啊？几电啊？几电啊？几电啊？厉害啊！厉害啊！无，你是我伫迄个大现象啊，迄家长无啊，迄工你伫咧茶房的啊，丢一丝啊，成功啊啦！我有提建议互你咧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就是有甲你摕一丝迄落吼，啊，对你欠一个情嘛。好。阮即摆阮老爷，你迄工甲变甲咧重感冒啦，哦即摆气噗噗，安尼带规大阵人要来找你啊啦！你来找我找你喏。我就知啊，我就知。慢紧，安尼好，多谢你来甲我通报，吼，连工我会搁再报答你，我会报答你，吼，啊，行。我猜想袂记咧，一撮互你食茶，歹势啦无啦，小看尔，好，多谢，好，即摆先来走吼。好，你袂使甲阮老爷讲我有来呢。袂啦，你放心，我先来吼。好，天的啊！伊即摆来一定足受气，安尼要安怎？受气一定受气的，重感冒我无受气，想这办法。啊，想要想啥物办法？对付这款人哦，办法上济啊，想啊，有啊，当行好。哎呦，是安讲啊吼，迄店咧地规店啊吼，是有够夭寿的啦。安尼吼，甲你创伫甲安尼吼，害你安尼着大病哦。啊，这吼要找算小要哪会用诶？都对，祝家你，恁在外口有嘢啊？是，过好，唔能叫走摇。我知。较等我来话声，你就紧撞入来。那行好。过店啦！过店啦，我啦！电脑电无？啊，你来这行行来，这坐啦。行好。我甲你讲，我差一时啊，就叫恁，互恁过店啊害死。就是咩？你过几电啊，实在足无意思的哦。讲甲我讲报伊，害我冲出去险寒死。恁过几电啊，甲我叫出来，我要甲伊算大小。伊有代志出去啊啦。出去，我要在遮等甲伊转来。哎关小啊，咱行行。安行，我要来找你算下。找我？我差一时啊命就叫你买去。是哪？你甲我骗讲迄领是保医。保医啊，对啊。结果我冲出去，险寒死。我啊煞变破病的病医啊。对啊。奇怪哦，我真正穿安尼遐尔啊济年安尼，阮啊，我知，迄领衫是毋是有去互查某人摸过？无啊。无。嘿，这个叫你真正想看觅？对啊。我要请你困啊。好。我惊叫了去啊。好。因为我要出来采瓜啊。好。所以我叫阮某支持的，甲收起藏啊。对啦。迄领袂用讲，互查某人摸着，迄领讲查某囡仔摸着啊，就死头去啊，迄领就袂烧啊啦。啥呀？互查某摸着，安喏。就无效。你甲看觅。你夭寿我你，你无真情甲我讲，我甲你讲，你无甲我讲算你毋对，即摆已经无效去啊！你500年运爱还我。你讲迄个讲钱硬气啦，莫讲安尼啦。对，我今日就买这猪骹裤啦，猪骹裤。有安尼，吼，钱的咱等下再来讲。猪骹裤食的才转去，安尼啦，好无？这猪骹裤。猪骹裤。等下你煮好煮甲因烂会食的，也毋铁光啊！免，你500年运摕我来做。你放心，免遐着急，这足紧的啦。我内面的保医毋是讲一项尔呢，我的宝贝是几啊项呢。我内面一个宝卡，迄个宝卡哦，安尼猪骹裤放落去，水滚落去，3分钟是会食的。足紧哦。对，真是嘞。你若毋相信，我只需要做你看，来，这摕个宝卡吼，甲放落去，知毋知？吼，水放出来，好，看起，这是萝卜卡。试看觅，来，这，水好，有味着无？香味，这是香个好食，烧水，来。
知影伊即摆搁咧孝顺我这个宝卡，明仔载搁有好面通我看。